各位大家好啊！6月26日咧就係國際禁毒日啦。早前立法會都通過咗一個法律咧，係將一啲新型嘅物質列為管制，其中包括咧我哋俗稱太空油嘅伊托米酯嘅成分嘅。咁對於打擊新型嘅毒品咧有一定嘅幫助嘅。咁我亦都想請問許醫生啦，即係你咁關注一啲毒品嘅新型毒品嘅打擊工作啦，你覺得點樣呢？呢個新型毒品咧納入呢個監管咧，其實對廣大市民嚟講咧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點解呢？因為咧係一啲年青人咧，實在佢唔認識一啲新型毒品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就會係被吸引啦、錯誤啦咁去使用到嘅。太空油咧、伊托米酯咧，佢嘅使用嘅載體咧嘅工具咧，其實就係電子煙啦。用電子煙嘅期間呢，佢如果真係一啲人呢，佢唔清楚，尤其是啲年青人啦，佢唔清楚呢一個電子煙裡面嘅成分裡面加咗太空油嘅時候咧，其實即係等於咧係吸食咗毒品嘅。雖然咧澳門咧都係有對電子煙啦進行規管嘅，例如咧唔可以銷售啦，亦都唔可以帶入境啦，但係咧仍然咧都會係有一啲嘅市民咧，佢係唔清楚嘅情況之下咧，都可能會有郵購啊，或者係有網購嘅情況然之後作為自己使用嘅。咁我都呼籲咧有關當局啦，或者係咧市民咧更加要關注到其實呢啲情況咧對我哋嘅青年人啦，或者係對我哋自己身體咧嘅使用嘅時候咧，都係會有一定嘅傷害嘅。咁所以我都呼籲咧有關當局咧同埋政府咧繼續咧去關注呢種嘅情況啦，同埋可以進行進一步嘅規管嘅。係啊，除咗許醫生講嘅情況呢，有一樣嘢大家都要注意嘅，譬如好似大麻呢啲嘅物質呢，喺我哋國家同埋澳門特區呢，我哋都係禁止使用嘅，亦都係毒品之一。咁但係喺有啲外國嘅地方呢，佢又容許會使用，甚至乎佢會加入去糖啊、蛋糕啊呢啲嘅物件入邊呢，去俾人哋去購買嘅。咁呢度呢，一定要提醒啦，大家千祈唔好嘗試，亦都更加呢唔好將佢買嚟帶翻嚟澳門，因為咁樣呢就等於咗攜帶毒品。我哋都要注意翻呢，其實毒品啦對人體嘅禍害係比較嚴重嘅，尤其咧希望大家都共同去教育我哋嘅青年人遠離毒品，亦都要咧有健康嘅生活嘅。